好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时间已经到吼，请别烦心，咱较紧来坐位吼，请咱坐好好。来，各位兄弟，请咱坐好吼，咱礼拜马上要开始吼。好，这是时间已经到，咱主平心要来敬拜上帝，请咱安静，请咱别倒开始今日的礼拜。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定。这是请咱起立，咱来告别咱的信仰。这是请起立，弥赛亚圣经，咱用弥赛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万信独一，全能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万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共质共体，创造，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神照伫在世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伊伫朋友的道林内，为着咱这世界来种，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国啊上天，这一日爸正平，伊要定光甲灵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是活命的主信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同受阴光。伊拜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共同、属道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会为下做洗礼，世人告我来世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听到阮的阿爸爸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甲慈爱，互阮阁一摆当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即时恳求你的光来照阮每一个人，互阮知阮家己所行所做，检查阮拢自私自利，为了家己的意见去行，无爱顺从上帝意思来行，对到阮所讲的话、所行的行为来得罪上帝你。主求你搁一遍来原谅阮，来赦免阮的罪过，帮助阮会通搁一遍清清气气来到圣殿来敬仰望主你，愿上帝帮助阮。主伫过去的日子当中，检查有人拄着亲友的离开，也拄着病痛死神。但是阮知上帝你拢插口呢目屎来医治阮，阮也真恭喜张义文、大元志伫遐做结婚的结婚典礼，愿上帝你也保守因，搁伫新的家庭、新的出发。主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今日也是阮
知是台湾新海医的纪念主任，主求你帮助阮，因为因是你培养过来的牧者，甲为着教会传福音的事工的一个机构，主求阮每一个人也通关心伫这个树顶头来为着因来奉献来祈祷，愿上帝帮助阮。阮也真欢喜，今日你有差遣你的罗卜，将牧师伫咧阮中间，伊要来讲出上帝的信息。求主你开阮每一个人的心门，来听上帝的话，将上帝的信息放伫阮的心肝头，将做阮的帮助。愿上帝带领今日的聚会，所以阮也特别恳求今日袂当来的会友，检查因为有人心神肉体衰弱，伫咧厝的安详，愿上帝你照顾伊。也是伫咧线上当共款伫咧敬拜的，愿上帝你的圣灵带伊斗相甲相通，也有人信心倒退，久久无来教会，愿上帝你也吹拔因的心，阮早一天来到教会，当共心来敬拜主你。但愿意将今日的聚会为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也接纳甲保守。阮伫你面头前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咱要请主持人来咱献诗，应该你要献的诗是我要向高山举目，我要向高山举目。因的歌词伫顶头吼，咱会使来看吼。因的为上帝所奉献的歌吼。真古锥吼咱来学因吼，学因的单纯互上帝来接咱吼。即是咱要听上帝话，记载伫个新约路加福音21章第1节到第4节。路加福音21章第1节到第4节。咱现着三个来听上帝话。路加福音21章第1节，
耶稣举目看见遮个好野人，将因所献的迄落库房，佮看见一个送香的酒歌人，将2个半厘迄落去。第3节就讲，我真实甲恁讲，即个送香的酒歌人所献落，比正人所献的较侪，因为正人是对因有剩的，因献落去献；若是即个妇人人是对伊个无够的，已经献落，迄伊所挖库来挖的。今日是咱台湾新南医的纪念主日，咱真欢喜大神有差派南门教会赵牧师伫咱中间，伊要来讲上帝信息是寡妇的奉献，寡妇的奉献。咱将下面的讲段交给赵牧师。咱搁再一摆，再搁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你互阮伫你的礼拜堂来聚集，为着要来领受你对天顶的美娘，你的恩典，甲阮的甲你的主爱。主恳求你的圣神开启阮的目睭，互阮的心对你的话语中间，搁再得到开力。主把愿你的话语来起造阮每一个人属灵的性命。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求恳求你的圣神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妹，大家这大家平安。我是台北中会南门教会的牧师张祖良牧师。今日真欢喜因为大神的纪念主日。互我有机会来甲中兴教会，来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的信息。奉献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应讲是足重要、足重要的代志，特别是金钱的奉献。毋过我做牧师以来讲实在无啥敢讲奉献即个议题捌遮济咱伫即个牧会的中间，若讲到即个奉献可能一年讲1遍2遍都足济毋过你知无？伫圣经内底，耶稣提到济金钱要安怎运用，要安怎来下施的问题像咱会遐尼济来讲到即个金钱的问题，都是因为咱用照着奉献来得到搁较大的一个祝福。奉献看起来是咱落地仔的钱若减少，毋过呢，事实上，咱要透过即个奉献，互咱得到搁较侪上帝的祝福。我今日要透过即几节的圣经，寡妇的奉献，这是咱大家对讲对细汉一直读到大汉足熟的经文。我要照着即段的经文来甲大家来分享。伫遮一开始，耶稣就讲啥？耶稣眼目看见。耶稣咧看啥物？耶稣咧看大家的奉献。所以伫遮伊会看到2款的奉献，一款的是啥物人的奉献？就是好野人的奉献。好野人甲家己有剩的摕来奉献。佮另外一个是啥物人的奉献？就是送养的酒歌人的奉献。即个寡妇呢，甲家己对家己无够的所挖苦的摕来奉献。结果耶稣学到啥物人的奉献？即个寡妇即个寡妇。所以呢，咱伫遮咱能看到耶稣所看重伊的焦点伫倒位伊的奉献。所以我第一个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寡妇的奉献的内涵到底是啥物？到底是啥物？第一个就是耶稣为虾米会来称赞即个寡妇的奉献？2厘半2个半厘咱若以今仔日咱一个人一工的工资1000块，你知影2个半厘是偌济无？30块，30块。这30块是安那？伊身上所有的所以即个寡妇安那非常的善非常的颂扬伊毋过耶稣讲。伊所献的即个2个半厘的奉献，比啥物人搁较济？是安那？咱看到
耶稣所得意的，毋是咱奉献的金额到底是偌济啦，大还是小？吼，寡妇的最主要是寡妇的即个奉献，伊甲即个奉献的即个内涵拢表达出来。吼，奉献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表达咱对上帝的疼甲信靠。吼，这最重要的吼。奉献是表达咱对上帝的疼甲信靠。奉献就是表达咱对上帝的疼，对咱的即个奉献内底，咱能看到咱对上帝的敬畏、信心。所以有一个牧师就讲，奉献是为着要尊敬上帝。上帝呢，甲咱邀请，将伊所予咱的一切，咱将一部分。搁来归互伊，归互伊，互咱会用伫伊的即个伟大的即个国度内底有份啦，有份伫伊的即个圣工的内底。美国一个著名的即个牧师，伊伫即个蒙福的人生这本册内底有讲，上帝每一工呢，拢伫咧看咱安怎用咱运用咱手中的钱以及咱是安怎来奉献。每一工我咧看，甲耶稣伫今日的经文呢，第一开始就讲，耶稣伫遐咧看人奉献。搁来第二个，听会会绝对会去摸着钱啦，touch到钱。奉献我讲过，奉献是一个上深的表达一个人的疼心，一个人的心啦。所以呢，听一定会摸着钱。一对即个咧交往的即个男女，也是讲一个一对翁仔某。即翁婿也是讲即个男的男方甲即个女的讲，我足疼你，我足疼你的。毋过去食一顿饭的时阵，去食一碗面去食一个一顿晚餐的时阵，我足爱你的哦。毋过歹势，你要叫我甲我甲手伸咧落地啊，摕钱来付即个付小，免讲，这讲是真诶疼。咱每一个咱足济在座诶兄弟姊妹，咱总做爸母，咱知咱诶囝儿来甲咱讨啥，无嘛爱折互伊对无？所以呢，钱即个疼一定会touch到钱。所以爱会记哩，即个疼诶台语足水诶叫做疼爱这个台语叫做疼。相信即个寡妇奉献的时阵，带着极大的疼啦所以呢，即个疼爱记一句话奉献的时阵，奉献甲你会疼的时阵，有当时才是真正的奉献。爱，我搁讲一遍你奉献的时阵，奉献甲你的心有感觉。会疼的时阵，有当时才是真正的奉献，才来显出咱的疼心。所以，这个财主，这个好家人，伊的奉献，谁无互上帝来称赞？因为伊啥？伊会听无？袂听啦，有剩的啦，无用的啦，囥伫遐的啦，才来摕来奉献互上帝。所以，伊奉献的上帝的钱，检采是一笔大的效益，比即个寡妇搁济几啊百倍拢有可能。毋过，即个寡妇所献的是用伊的疼心，用伊对上帝的真正的疼，伊甘愿来牺牲家己所有的，来奉献予上帝。所以，像咱即个寡妇，伊的奉献会得到即个耶稣的称赞。有一个帕克博士就讲，即个好野人呢，将伊无需要剩的金钱予上帝。上帝不屑，把它丢在一旁，但是呢，伊捡起来，迄个斑斑血迹的铜币来亲吻，帮他放在永恒的金库里面。这句话是啥？咱若是用心，用咱的真心来献予上帝，上帝会甲咱的这个所奉的呢，甲藏伫永远的金库内底。第二，咱爱注意。上帝是咱奉献的供应，供应者。
咱的上帝有慷慨无？有啦，咱上帝足慷慨吼。当咱讲到金钱的奉礼时阵，咱大先爱想到的是啥？咱有一个慷慨的上帝，伊是咱全人的供应的人吼。咱用奉献，咱今日咱用摕钱来奉献，来互人，啥物人先互咱？上帝先互咱吼。所以这拢是上帝的啥慷慨吼，是上帝所祝福的。上帝毋那安怎慷慨愿意互咱，伊也安那，伊足欢喜咱安尼，伊足欢喜来互咱吼。伫希伯来书吼，希伯来书伊讲啥？伊讲世事无信，就袂为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伊，也是报赏遐会求伊的人。所以咧，伊咧讲啥？咱爱每一个人，咱拢爱相信，上帝是一个赏赐的上帝。只有当咱相信上帝是一个安那慷慨的上帝的时阵，安那咱才愿意来奉献。吼，再来，咱有一个律吼，叫做奉献的回报率。吼，奉献的回报率，上帝要安怎来赏赐啦？上帝要安怎赏赐？伫即个路加福音第6章的38节，伊安怎讲？互人就要互恁，吼！你互人的时阵，我上帝就要互恁，要用即个竹叶的豆，吼，竹儿的豆，吼，来滋油，啊，搁互伊摘甲满出来，拼伫恁的即个衫皮，吼，就是要给人的，就必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这个景象有好无？有哦，上帝要互你安那，这个豆安那底袂落个满出来呢，吼，要倒伫恁的怀里吼。所以我毋望啊，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进入上帝这个奉献回报率的内底，这个好的这个循环的里面吼。上帝讲：当你来互人的时阵，当你来奉献的时阵，我要互你的搁较济，要互你的搁较济。吼，一个活泼的生命内底有一个小故事，伊叫啥物？伊叫荒唐的经营方式与其结果。吼，这个故事咧讲啥？讲三浦林子，咱大家拢足熟的吼，伊是日本一个足有名的一个作家。吼。啊，伊甲伊的即个丈夫结婚了后，伊的丈夫嘛是一个作家，吼。啊，因本来会想讲啊，咱会用安尼啊来写作吼，来写文章，啊，毋过为着生活的需要，所以伊就开一间柑仔店、杂货店啦，吼。啊，生意毋过来，生意哪做哪好，哪做哪好。无偌久，对面嘛开一间柑仔店，甲因类似的即个杂货店，啊，毋过呢，对面迄间的生意有好无？无好啦，吼，无好。有一天呢，即个三浦林子伊的丈夫就甲即个三浦林子讲哦，对面迄间迄个杂货店的主人吼，有一个呾咧读册的囡仔，所以伊的经济的压力哪像应该袂细，咱来甲斗相共好无？啊，即个三浦林子讲，啊要安怎来斗相共？伊的丈夫就讲，咱故意吼，互咱即个店内底吼有一寡物件吼，咱卖。卖了，咱就卖个入货啊！吼，商品咱就卖个入货啊！吼，啊啦，即个人客来的时阵讲啊，这个伊要买即个物件，咱就讲啊，我遮都无咧卖吼，去对面买，吼，去对面买。这三浦林子呢，就照着伊的丈夫的意思去做。对面迄个间杂货店的生意有好起来无？有好起来，吼。啊，毋过呢，三浦林子伊即间杂货店啊啦，的店哪来？生意哪来哪歹，吼啊收入嘛减少，吼，所以莫怪这叫做吼荒唐的经营方式啦，吼兄弟姊妹，你来做生意，你会用这款方式无？我想哦，无人会用这款方式，吼。假有基督徒会用安尼做，因为基督徒甲世上的人无共款，世上的人假有一项代志，就是讲我要趁钱，我要安怎甲对方甲拍败，我会竞争的对手，基督徒活伫即个世界，伊毋是
靠即个世界的即个律啦，吼，咱是靠上帝来活，靠着上帝即个奉献回报率啦，吼，所以咧，即个世界只有带来搁较大的竞争甲痛苦，基督徒伫即个世界应该搁较水的即个代志来带到即个世界，吼，互即个世界变个搁较美好，吼。我讲过，三浦林子伊的即个生理变歹毋过即阵生理歹所以搁较济的时间，所以伊就开始开始来写文章，吼，来写伊的小说。所以伫即个时阵呢，伊有足济时间呢，伊就完成即个60年代轰动日本文坛的一个巨作，叫做《冰点》吼。后来佮甲改编做电影甲毛即个电视剧吼投稿去即个嘛得到1000万的即个入票的即个奖金吼。所以因为伊慷慨，伊损失淡薄仔钱，上帝甲伊所损失的有加倍还伊无？总还伊吼所以呢。因为这个冰点，这个小说把这个三浦林子推到日本文坛的一个高峰啦，吼。所以基督徒我讲咱活咧，毋是为着要掠迄个100、200块、300块，迄个淡薄诶，迄个甲人竞争啦，蝇头小利吼。咱来行入去上帝的法则里面，伊要为咱所备办的是安那？搁较大的祝福，伊要互咱的亲像三浦林子安尼，伊要保障人的，绝对是比咱摕出去的，咱愿意互人的搁较济，比咱奉献的搁较济。所以，当咱若讲到奉献即个代志的时阵，咱爱知，咱有能力的时阵，咱就爱去奉献。我相信奉献了。上大得到利益的是啥物人？是咱家己，是咱家己。吼，当然，咱有当时咱讲爱奉献，爱奉献。毋过呢，咱定有一寡阻挡啦，吼。所以我来讲，常看到的阻挡有2个，吼。第一个就是无信，吼，咱无信。马拉基书第3章的第7节。第7节，伊讲万军的耶和华讲，对恁列祖的日以来，恁有违背着我的律例，也无守伊啦。马拉基书第3章第3章咧讲啥？11奉献，11奉献。一开始马拉基书这个先知就来责备以色列，伊讲对恁的祖先以来恁都来违背着我的律例，恁无照着上帝话来11奉献，11奉献，11奉献。既然咱看到这是一个律例啦，这是一个律例，咱知上帝的律例就是咱每一天生活中，咱必须来去遵守的代志，恁必须遵守上帝的律例。毋过呢，这个以色列人无安尼做，所以马拉基先知就来责备这的以色列人。上帝佮继续解说，无甲即个奉献来奉献予上帝，是一款偷摕啦。伫第8节，人兼偷摕上帝的面嘛。然后呢，以色列人因为安尼来受着咒诅，因为恁同国的人拢偷摕我的面，所以恁受真重的咒诅。毋过呢，伫遮呢这个咒诅是啥？虽然这是一个歹的消息，毋过有一个方法用来解除这个咒诅。这个咒诅是啥物？就是要安怎解？就是第10节第10节，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用1/10完全来送入府库，互我的厝有米粮，用这个来试我。看我个人甲恁开天的窗饼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这个咒诅恁爱悔改，恁爱照着上帝的律例来开始1/10的奉献。当恁安尼做的时阵，你来试看卖
试看觅啊，吼，试看上帝会甲即个为恁开天的塔门无？吼，伫即段经文内底，以色列人挣扎上大的问题，就是安那，因毋信，无信上帝的话啦。上帝既然安尼讲，啊，你想哪不爱试看觅咧？所以因无信，所以的确因无啥，因无来奉献。因无相信奉献出去，上帝会来祝福因。因无相信，因甲即个钱摕出来、摕出去的时阵，伊敢过教业他用。上帝予伊一个应允，伊要安怎？第11节11节伊讲啥？我要为恁来责备即个草莓无用伊来毁坏恁的即个啥土产即个草莓即个字伫原文叫做吞食的啦，是一个吞噬者，会甲你的即个吞噬掉像时伊嘛是一个即个临界的一个辖制辖制咱，互咱莫相信上帝的话，莫相信我奉献出去，上帝会阁祝福我。所以这是一个安那辖制咱，互咱无相信上帝的话，所以呢，上帝伫遮讲，你若相信我，照我的命令来尊敬我，当撒旦来攻击恁的时阵，安那，我要互因安那我要来责备，互恁能兴旺，互恁能加结果子啦。所以伫遮看到奉献得到上大的利益是啥物啦？是咱家己。咱定定因为无信，那咱就安那来失去上帝祝福咱的一个机会。再来，咱惊吓，一个真趣味真有趣的一个统计你知道好野人奉献，安尼讲好啦，11奉献，甲无11奉献的人包括咧从高收入到低收入都有，听我意思吧？高收入的人比较容易奉献，还是低收入的人比较容易奉献？都一样，都一样。无管你收入悬低，愿意奉献的人比例拢同款这是足趣味的一个统计的数字愿意11奉献的人，伊安怎讲？伊讲我真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一直祝福我，所以我要奉献。无爱11奉献的人，伊安怎讲？我负担袂起，所以钱无够，所以无办法11奉献。这是完全看咱的心安怎去认定即个上帝互咱的即个金钱所以咱必须了解金钱到底是啥物？咱要安怎来处理咱的金钱？互即个咱使用金钱的方式呢，会来显明咱的内心的状态，咱会把钱放伫上重要的所在所以金钱是对上帝来的一个试验嘛金钱是从上帝而来的试验，也是在试验我们。我讲11奉献，其实10这个数字伫圣经内底常常用伫这个试验的内底上帝用几个灾，互这个法老的心来试探法老的心，10个灾的嘛，对吧？好，上帝透过摩西，互以色列百姓几个诫命，几条诫，10条诫，对吧？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互试验几工，10工马太福音内底25章第1节到13节内底有偌济在色女伫遐咧备班，要来听候新郎的来教几个？10个对吧？耶稣好条有偌济文道，12个啦我看恁有咧听毋好讲10个好，当咱收到金钱也是报赏的时阵上帝拢咧试验咱，这是咧试验咱啥？咱到底咱的金钱，咱的心放伫倒位？咱是毋是会甲咱
即个上帝所赏赐咱的即个金钱来尊敬上帝，来尊荣即个上帝，会来感谢什么人啦？吼！所以伫即个箴言的第3章第9节甲第10节，吼，伊讲着用你的财物甲你一切起头色的土产来尊敬耶和华，安尼你的책仓要满满，你的酒库要有新酒来满出来。用即个财物甲一切即个起头色的土产来尊敬咱的上帝。所以尊敬即个字，尊荣即个字是即段经文的一个关键字。上帝吩咐咱安尼来尊荣伊，咱若无把握即个圣经的原则，基本上咱是咧对上帝讲啥？我惊互上帝了后，剩的有够无？无够我用，无够我用。所以上帝也歹势啊，我无法度用即个财物来尊荣你。这是一个啥？惊吓的心，一个惊吓的心，吼。所以每一个咱兄弟姊妹，咱来思考，吼。圣经甲咱教导讲，咱爱1/10奉献，所以咱90%的收入，因为咱10已经10%已经奉献出去，吼。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能得到上帝的财务的一个祝福，安尼较好，也是咱100%的收入拢留伫咱的落地啊，咱得袂到上帝的祝福较好。互咱去思考，到底咱要选倒一款？吼，咱甲即个10%奉献出去，毋过上帝加倍来祝福咱，即个较好，也是讲咱的即个理财的那个观念是安那，咱要得到100%歹势上帝，我惊无够用，所以我拢要甲拉伫我家己的身上。哪一个好？所以咱来去做一个选择。吼，有一个兄弟吼，伊甲牧师讲，牧师啊，我最近11奉献拄着问题啊，拄着困难牧师讲有啥物困难？伊讲我顶届一礼拜收入50块的时阵，1/10奉献几块？5块吼。后来500块的时阵，上帝祝福500块的时阵，我奉献50块。吼，无问题。毋过我阵一礼拜奉献，变成收入变5000块，爱奉献500块，伤济啊啦！我实在奉献袂落去啊！吼，牧师你能替我祈祷无？吼，伊讲好啊，牧师讲好啊，咱同齐来祈祷啊！吼，牧师祈祷讲，上帝啊，即个兄弟讲伊的收入伤悬啊，一礼拜收入5000块，所以要奉献500块作为咱的上帝。求你，互伊加伊的迄个收入降落来500块，安尼伊就应该奉献50块，伊就袂为难啦吼。上帝你莫甲为难，虽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有看到，咱定定拢安尼上帝对咱足慷慨，足慷慨。人对上帝奉献，却安那足计较的，足当算的。咱有想到无？吼，上帝若祝福咱的时阵互咱若济的时阵，亲像即个兄弟共款，收入一直增加的时阵，哇，安那愈欠袂落去，愈摕袂出来，哪来哪自私，哪来哪自我，上帝互咱若济的财富的时阵，咱的心就互即个钱来甲咱绑咧啊，甲咱绑掉咧啦。上帝要安怎来祝福咱？上帝要安怎来祝福咱？最后，一个牧师咧见证讲，伊伫11奉献的，伫咧奉献面顶的软弱伊就甲家己讲，有一天伊就甲家己讲，若是上帝要用这淡薄的钱来表明我是将伊放伫我生命的第一位，作俗的啦，太便宜了，只要1/10就证明说。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是摆在第一位，那太便宜了，很好办，也毋是叫我去非洲啊，也毋是叫我参像这个颂扬的这个寡妇共款，将我身上所有的钱拢甲献出来。所以咧，兄弟姊妹，奉献是对咱的信用真实的挑战。
咱伫遮听道理，咱伫遮读圣经，咱拢捌。毋过叫咱奉献的时阵，即个挑战，咱真诶会甲落底仔钱摕出来，安怎？上帝这我要尊敬你诶，要尊敬你诶，这要互你。咱是毋是安尼？确实愿意啦。咱到底对上帝诶话语有信无？有信到底无？上帝讲你奉献的时阵，我要加倍来祝福你，咱有信无？吼，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圣经讲你用试上帝，咱有试无？还是因为咱无信，所以连试都免试？我根本就无相信这个话，所以免试啦。这根本拢是安那白贼。所以伫遮我来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勇敢来踏出迄个信心的脚步。当咱奉献的时阵，咱能去经历到上帝伫即个圣经内底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总带有气力，拢是真的。咱用奉献去经历到上帝的丰盛啦。我是感觉咱做基督徒是一个足大的一个福气。咱有一个上好嘅老爸，伊愿意安那赏赐互咱，并且伊欢喜慷慨安尼来赏赐。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照着奉献，你搁来开启你要来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一个方式，一个管道。主，阮定定因为阮的信心不足，阮的惊吓，阮面对阮生活当中，阮济经济的压力的时阵，主，互阮无法度来将你赏赐互阮的即个财富摕出来奉献。主，阮恳求你，搁再一遍，互阮看到你要所赏赐互阮的是加倍的。你愿意安尼来赏赐阮每一个人，用阮的奉献，搁再一遍来经历着主你的丰盛。你对阮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儿，你也要安尼来加倍来祝福阮。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我要来有一段的影片吼即阵台湾新人伊咱拢知吼，伊伫即2年有立案已经通过啊吼。伫新的台湾新人伊就是台湾神学研究学院吼，伊目前有120名的即个学生吼。若连旧的迄边旧制就是教育部没有立案的吼，全部加起来有300名的学生。咱的专任的教师目前有20名吼。咱目前台湾新人伊是东南亚的新人伊内底师资上少的吼。所以咱有足侪即个国际的学生吼，东南亚那些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都会进到我们的台湾神学院来就读啦吼。所以有一寡人讲伊台湾新人伊台语哪来人脉无法度，因为针对这些国际学生吼。拢用华语来授课啦，吼，嘿，目前来讲，咱有即个要培养即个传教者的道学硕士班，吼，嘛有即个音乐文硕吼，内底有教会音乐组，吼，这教会音乐组因为已经得到即个教育部的立案，所以有真好的一个发展，就是咱也伫。已经伫外口摕到即个大学毕业的加的即个学士的即个音乐老师，他可以再到台神去拿这个硕士的文凭，而且他是教育部承认的，吼。所以顶届无即个管道嘛，吼，所以伊只能这些音乐老师他只能在这个一般的大学里面再修硕士的这个学位，现在可以到台神去修，吼所以在了后对咱这个要招学生会更较好招吼，还有一个灵性諮商的这个灵性諮商组吼，伊是专门伫教会内底咧做諮商吼，目前嘛甲这个马偕病院吼有建教合作吼，就是讲遮的学生基本上伊若毕业已经去马偕检查院
若有课用伫遐来服侍，来做关怀师也是院牧家嘛，嘛有即个神学硕士班甲神学的博士班拢有，所以目前咱的即个台湾新人院的即个师资来讲，应该是上招。毋过因为安尼教育部因为立案了后，对即个学校有足侪要求的，拢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所以即个咱的经费今年大概嘛是差不多需要5000万，毋过咱的即个新寮，连面咱看影片就知咱查甫的新寮已经拢起好即个旧的女生的宿舍，即阵要开始征收，爱2500万，所以今年即个新人院的所需要的经费大概伫6700万左右啦，所以要经营一个新人院，真的是爱靠信心，爱无惊吓的心，所以当教育部来评鉴即个台湾新人院的时阵，伊讲我毋捌看过一间大学也是安尼来经营的恁的财源伫倒位？伊讲阮财源即个老师讲，阮财源伫上帝遐。即个教育部官员讲，安尼恁需要搁较大的信心有影百多年来上帝拢互咱安尼一直足顺序来栽培上帝的工人好，咱来看即段的影片。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能力爆棚，变得更近，正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互阮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2中间，阮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新的教育得到更较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较侪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新的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工礼拜迄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以网络来进行的事，伊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
邀请立位兄姐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神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即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感谢上帝吼，伫我讲新人院拢伫欠缺的当中吼，一直咧来教育遮的传教者吼，伫上帝恩典甲每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用恁的金钱甲大道来支持来关心，互咱的新人院嘛不断伫遐进步吼。搁再一遍伫遮来代表新人院来感谢。中兴教会列位的兄弟姊妹，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大家，感谢。这时，咱们来念圣诗。这是咱们念圣诗374首，圣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的叫，咱来吟全诗，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准备奉献。
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即时我来简单报告几项小小代志。咱家己来看周报，后礼拜有担任厨房的同工，请别担心。咱社区的活动，有歌唱、桌游、卡拉 OK， 因伫咧11月15开始吼。其他的咱拢照常来举行。防疫报告，请咱家己来看。咱为今日开始咱已经恢复迄个华古礼拜。逐小组在咧爱餐吼，但是爱餐拢伫小组时间了后再来用吼。请咱注意小在咱共款有小组吼，咱分组来坐来讨论吼。下晡有迄个团结聚会吼，咱家己来看。咱今日是台湾新人医的主任吼，咱真多谢南门教会张牧师吼来咱中间来咱报告代志，才请安带咱真好的勉励吼，咱。因为大多谢，谢谢了吼。咱继续为着咱教会迄个教育迄个事工来祈祷啦吼。特别注意，咱后礼拜11月14吼，咱要举行圣礼典，召开临时的互会吼。要改选临时的中职补选一位2年的长老，中职的候选人吼，咱名单伫后壁。然后出入咱来竞争吼，若是袂当来爱请假，10点吼，我搁讲一遍，10点开始联合礼拜吼，大华古做阵10点吼，毋是10点半，10点吼，遮咱爱注意。咱今年都有选出吼新的会长吼，李慧茹吼，副会长林慧玲、郑慧文吼，清气的会长陈静慧，副会长是叶新莹吼，愿上帝祝福因，搁来迄个新的一年的时光吼，毋是讲伊选出来就拢交互因啦吼，是大家到校里来做，真感动吼，拄啊吼，迄钟义成吼，伊带来讲诶，看到慧茹姐吼，三岛会长好像很紧张吼，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会帮忙他吼。我想这就是精神啦吼，咱会使互相来帮忙吼，毋是讲拢交互一个吼，咱安尼来做吼，其他咱家己来看吼，具体的交通吼。咱特别为着咱教会福音吼推广吼，咱小组的目的毋是讲甲咱教会，但是讲小组了后，咱会使带新的朋友来咱的厝吼。即几个月拢是互咱教会会使互相更亲密、更互相认识吼。出去就要开始就要传福音，就去外口招咱的朋友来参加吼。咱为着这样代志来祈祷吼。咱即礼拜特别为着庄青生、许淑清长老因一家吼，庄雅文因一家吼。庄志平因一家，邵英娇因一家吼，为着因全家迄个囡仔大细来祈祷吼。咱也为着咱家己吼，迄个自年的人，也是讲有身体欠咱的，咱所捌的，为着因来祈祷吼。咱特别为着咱的长辈来祈祷。咱今日天气真热吼，但是拜三天气忽然间变足热的吼。所以咱家己来注意咱的身躯，在厝的其他人也是身体欠咱，为着因来祈祷吼。那真恭喜吼，迄个黄玉文搭迄个迄个戚元志吼，因伫昨有结婚吼，真好的安排，上帝安排真顺遂啦吼，真恭喜因，伫咧新的家庭组成吼，咱为着因来祈祷吼，过了一天吼，身份都不一样吼，妇女团契又增了一个成员吼，也请因来参加了吼。好来，即时呢，请咱来起立吼，来讲道吼。
是咱要来吟上营389首，咱用完起来来吟上营389首，咱吟时线请赵牧师来咱作导。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时灭岛闭会。咱开始搬以后，准备来做首